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早晨我们要用歌唱来赞美神，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主，我们喜乐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名。主，你是永活全能的主宰。哈利路亚。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那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永活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那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要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让受极大赞美。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让受极大赞美。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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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耶稣我的主。我
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主啊，你掌权到永远。主，我们的生命也为你所掌管。主，你引导我们前方的路。主，在你有丰盛的慈爱，在你有怜悯与恩典。主，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主，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回应你的爱。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牺牲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身在全地上，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身在全地上，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你是配的是配的，万物敬拜你。身在全地上，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你是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万物敬拜你。你是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你是
神这壮士敬拜你。神在，神在，全地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昔在、今在、永在，三位一体的真神，我的阿爸父啊，从亘古到今，你掌管一切，你统领万有，你的慈爱直到万代，你的信实永远存在。你配得我们的颂赞，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一位可与你相比。我们要完全顺服在你的羽翼下，享受那属天的生命，永远的福乐。感谢您，亲爱的主，前面的道路你指引我们，但你也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心不足，时常会在顺境时就忘记了你，而唯独在逆境的时候才有想起来依靠你。但是你依然爱我们，无论顺境逆境，你的爱永不离去。亲爱的主，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常常不经意地得罪了你，小善而不为，恶小而为之，却不以为无所谓。但在你的眼中，善恶无大小，黑白即是非，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无大小之别。因此，我求主你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时时地提醒我们，不致落入黑暗的权势，能够时常勤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感谢您。教育馆的兴建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拦，求主你帮助，能够让这一切的问题能够早早的排除，好让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在秋冬之际，气候变化很大，一个不留神，很容易就会生病，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长者，也求主你看顾，保守他们的身体。谢谢你。岁末一些活动正在积极的筹备规划当中，也求主你圣灵与各位同工同在，帮助我们将一切的事工能够准备到位。感谢您。我们很高兴今天阮牧师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有3天的培灵会，今天也要与我们来分享你的信息。求主你高摩，让今天的传讲讯息能够触动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使我们的心灵都能够有所引导，生命能够有所追寻，让听者受者同得益处。这时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这个时候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有位新来的朋友谢正志，谢正志，我们欢迎你哈，谢谢，好，谢谢，好，欢迎谢弟兄能够时常到我们当中我们聚会。请问还有没有介绍到的？有没有？没有，好 ，OK， 好，谢谢。好，现在我们来关心我们的事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日是2017宗教改革纪念日培灵会，欢迎阮建明牧师前来培灵讲道。今
今天是新竹圣经学院奉献主日，也是松年主日。松年团契将在台语礼拜中服侍。另外，本会将致赠每位70岁以上长辈礼券，敬祝重阳节快乐。今天是第3次小猪回家日。今天中午12点15分，社区事工部会议于亲子室召开 ，Open House 会议于尼西米教室召开。11月丰盛人生，欲购买请至招待桌。10月27号早上9点，本会附设幼心幼稚园在礼拜堂举行教学观摩，欢迎参加并请代祷。10月28号早上9点召开预算审核会议，请各事工部及团契在今天前缴交明年度预算，以利编排手册。11月5号召开11月份定期长执会。11月25号下午5点半举办感恩见证餐会，即日起开始报名至11月12号为止，欢迎兄姐邀请福音朋友或亲友参加，报名表请到招待桌领取。11月4号松年首中日语诗班受邀参与关渡教会社教感恩音乐会的服事，以下是团练的时间，请预备心。10月27号早上9点半，北中松年事工部将在马街医院9楼大礼堂举办感恩礼拜，表扬金婚、钻石婚、白金婚之伉俪，以及满80岁以上的长者。请报名参加的兄姐9点前自行或结伴前往。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主安慰与医治。我们这时请牧师做个补充报告。平安。我们还记得我们教育馆新建意向的领受是从2013年开始，今年是2017年。在这个过程中间，从领受意向酝酿，然后形成这样的一幅图画。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去年底开始动工。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要挑战的，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祷告，就是我们礼拜堂前面335巷有一块地，我们必须要把它处理好。虽然本来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促使这件事情赶快完成，所以大家必须要在祷告中。那我们有一个动作，在过去这2年，就是小猪。每一次你放个铜板在小猪的身上，其实不是那个铜板的重量，而是那个铜板的在上帝面前祷告的分量。每一次如果你放个铜板在小猪里面，其实你为教育馆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个祷告奉献在上帝面前。这个时候要邀请，如果你今天有把小猪带来的弟兄姐妹，你这个时刻可以把小猪拿到台前来。那你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给你另外一只哈。万一你今天没带的话，你下礼拜一样可以带过来。我们盼望把我们的祷告献在上帝面前，上帝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前面这块道路能够很快的，就一小块的道路哈，很快的能够把它处理好，以便于我们教育馆的事工能够顺利进行。这时候，我们请有带小猪的弟兄姐妹，可以把小猪带到台前来。记得哈，跟着铜板奉献出来的是无价的祷告。我们祷告不是因为天父上帝需要，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每一次的祷告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每一次的祷告会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天父所预备的早就丰盛有余，但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才会更认识自己，更认识天父，
更知道他的恩典，会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这个礼拜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就是再过4天就是重阳节，所以教会有预备一个小礼物要给70岁以上的长者，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请不良的同工来为我们分送。我们在座是70岁以上的，你稍微举一下手哈，如果不一定方便站的话，你举一下手，希望你举一下手哈，不然年轻人他会把我们看得都很年轻哦哈，所以看我们就像17岁一样哈。那我们稍微举一下手，让这些同工知道要分送给哪一位，表达教会对我们这些长辈的一个敬意。这些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忠心的脚中，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谢谢，真的是谢谢天父上帝特别眷顾、保守这些我们信仰的前辈，也是我们生命中间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基础的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长者。谢谢你们。好，谢谢。我们现在来读神的话语哈。约翰福音8章12到19节。约翰福音8章12到19节，就是和合本修订版新约第153页。和合本修订版新约第153页。好，如果翻到我来念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回答他们，对他们说：“其实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是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我不判断任何人。即使我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判断，而是差我来的父与我一同判断。你们的律法也记着说，2个人的见证才算为真。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于是他们问他：“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以上。现在讲到生命的追寻与引导。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进入他恩典的施恩宝座前，在上帝的圣殿里面，我们求上帝祝福我们，借着我们的生活成为见证，借着我们的服事成为馨香之祭。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主，愿你的圣灵与你的话语一直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话语当中的亮光，看我们的耳朵能够明白你属天的意义。求主带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有机会代表圣经学院，特别是今天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在生命的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有人来引导我们。就像今天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这个第8章12节到第19节，不是只在这边才说耶稣基督是世人的亮光，是从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到第8章，这是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是上帝自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见证从人来看无法明白，无法测度，但是耶稣在引导，在带领，好让弟兄姊妹的生命所追寻的亮光是从神自己本身而来。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常常会因为你使用手机，或者在你的车上有 Google Map 有 GPS 这个卫星导航，所以我们会透过卫星导航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当你的手机开起来，它有亮光的时候，它能够启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你。但是如果当你的手机或者是你车上的 GPS 坏掉了，它无法告诉你你要找寻的。
GPS 也是一个亮光，它如果无法启动的时候，你无法透过它能够找到你要去的方向。所以这种 Google Map、GPS 的卫星定位系统，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而且在这必须里面，它成为在引导我们，你下一站要往何处去，你要怎么样子快速抵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引导着，我们被生活科技给引导，无形当中，什么是你生命的价值观？什么是影响你的呢？基督徒依照圣经正典 Canon 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遵循的依归。就像当医师的人，希波克拉底这个誓词是成为医师的宣言；做护士的，他有一个遵循的依归，就是遵照南丁格尔他的誓词。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方向而在努力，这是我们所一起走过的。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生命或者历史的这些前辈，他们常常留下一些家言德行，引导我们这些后辈要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观。这些文明的演绎是我们人类共有的瑰宝。所以透过这些，在引导我们，也在影响我们，好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人都在找寻生命的亮光，寻求生命的意义，也透过这是我们大家所普遍共有的，期望透过理解、感动，得到生命的亮光。所以每个人都在找你生命的方向，找你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当人们在找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门徒的时代，他们在罗马政权的下面，每个人也都在找寻我生命的意义，我如何能够让我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意义、权利不是只有在罗马，也在加利利，也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所以从第1章到第8章都在铺陈，但是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那耶稣他是真光，他是启蒙生命的真光。那约翰福音里面记录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黑暗会让我们无法清楚你的方位、你的方向，你要往何处去，你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一个光，有一盏灯，会导引我们走向正确之路。耶稣就是那黑暗当中的光，所以这样子的光是一个经验，也是一个期待。有经验的人会明白，约翰就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所以他写下约翰福音书，就是一个铺陈，让没有经验到在黑暗里面得到光的人，透过他所写的书信，这个福音书能够来提醒弟兄姊妹。所以这些提醒是人真实的经验，他把约翰福音他把他的经验写进他的福音书里面。这里面有3个启蒙，生命的启蒙里面，从生活开始，从过去的经验、历史的传统，也包括信仰的启蒙。所以我用这3个角度，我们来看耶稣他跟他的旁边的人的互动。那种互动是生命的光，也是人要追寻的，是生命的引导，也是我们所期待的。首先，我要邀请大家，你手上座位前面有圣经，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你就知道；没有的话，也可以看 PPT。首先，在第7章1到5节，我就不从第1章开始，我就单单讲第8章的前面第7章。第7章1到5节，我们看这段经文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第5节写得很清楚，约翰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的弟弟不相信耶稣。所以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约翰他在旁边，他跟随着耶稣，所以他知道那个场景。耶稣讲话很棒很棒，
大家都喜欢听耶稣讲的话，这些生活的启蒙。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如果有人告诉我怎么投资，这个投资是正确的，我就怎样过得很富足。我们的生命都希望有人告诉我们怎样去经验，让我的生命越加的宽广。所以当耶稣教导之后，很多人都喜欢听耶稣说话。可是耶稣在加利利是一个乡下地方，这个乡下地方没有什么名气，顶多就是这一个乡下的人100-200个、200-300个人认识耶稣那位木匠的儿子。人们只知道他能言善道，可是没有很多人认识他。所以当耶稣说了话之后，他的弟弟们觉得说：哥哥，你这么优秀，你这么厉害，你应该去耶路撒冷，去台北，去首都，去人多的地方。要来台北，而不是在我的故乡。我在屏东长大，虽然我是高雄人，我父亲在屏东牧会的时候，我出生在牧师的家庭，我是在牧师馆诞生的、出生的。所以在乡下没有什么人认识你。你很优秀的话，应该去台北，离开屏东到台北，离开高雄来到大都市，这才是我们所要做的。所以当耶稣的弟弟们跟耶稣说：你应该去耶路撒冷，去人多的地方，去跟当时的政治界的人或者是宗教界的人，在那个人文荟萃的地方，与人们一较长短，凸显耶稣哥哥、大哥，你跟别人是不同的。这是弟弟们的期望。他们以为哥哥不知道他多优秀，所以他们把耶稣要引导到什么地方？离开加利利故乡，到耶路撒冷都市。离开虽然大家都认识你，你应该去更多人认识你的地方。所以耶稣的兄弟们跟他在生活上的互动，他们互相在启蒙。耶稣教导他的弟弟们听，耶稣在发言，他们的弟弟在聆听。但是反客为主，耶稣的弟弟说：哥哥，你这么优秀，你应该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对耶稣存了一个问号：真的吗？你若这牛，你太无去台北，你搁较牛应该去美国，你搁较牛应该去上好的所在。所以他们生活的互动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亮光，需要有人点醒我们。可是在这点醒里面，只是生活的层面，有一个更高的层面，是从传统的经验里面，把人过去的传统要再提升眼光更好。耶稣有很多的粉丝，很多的人喜欢听耶稣说话，所以有一次耶稣讲完话之后，听众们就跟他开始有互动。我们继续看第7章的40节到44节。众人听了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那是基督。我们看到就开始贴标签了。耶稣，哇，你说的太好了，你就是那传统那位以色列人所在期待的那位先知。他们不敢直接称呼先知的名字，他们知道有先知被上帝呼召回去，那个人那么伟大的先知，他们不敢叫他的名字，只敢说耶稣，你就是那先知。但是有人觉得，怎么只是先知而已，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高的，是那位要来的王，基督弥赛亚。不只是先知而已，是更高的，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另外马上也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马上有人就要验明正身了，一边支持的，一边反对的，反对的就出来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个人是加利利人，乡下人，他又不是伯利恒出来的，所以从按照过去的传统就很明显，这个人不是啦，这个人不可能是基督，不可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人们就开始分别出来，一种是传统里面听见这些话是有先知的启示，更是基督来临的样式。有些人就赞成耶稣所说的，另外有些人就按着他的传统，你是乡下人，你没有什么样子的名不见经传，所以你不可能是大卫的后裔，你不可能是皇族出身，你不是出身名门，
所以你不可能一边抬举耶稣，一边打压耶稣，一边是遵照传统在走，一边也是遵照传统在打压。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背景，都有他的想法，但是我们知道，说话的人、说者跟听者的互动，听众们在启蒙耶稣，他们在跟耶稣说：“你是先知，你是基督。”另外一边说：“你不会，你不是。”他们都在互相引导对方，甚至其实是他们在引导耶稣，他们在启蒙耶稣。启蒙耶稣有先知的能力，更有基督的能力。所以人都喜欢跟别人抬轿，有很多人喜欢去跟别人说：“你可以，你可以。”我们要呼召你出来。所以我们发现有人在把耶稣呈现往基督的路，另外有一边人把耶稣推往非基督的路。这是世俗的价值观跟神圣信仰的价值观的互动不同的地方。听得清楚、明白了，就会知道这是上帝的话语。另外一边是用人的传统，你不是，你如果是出身名门，不可能在那边当木匠，你应该穿金戴银的。所以人们就用这些外表的、历史的、传统的经验在论述一个人，这是说者跟听者。第三个层面，从生活的启蒙到传统的启蒙，更高的启蒙是信仰的启蒙。信仰的启蒙是把过去人的生活所做的不足的，再加上传统不足的，在信仰里面得到满足，在信仰里面得到满足。信仰的启蒙，我们刚刚看的第7章，现在跳到第8章。第8章1到11节是耶稣，还有一个妇人，还有一群群众的互动。首先，这段经文因为比较长，我就略述是有一个患奸淫的妇人，他被抓到，众人拿着石头说，按照摩西的法律，要把他处死，要把他打死。他们来问耶稣说，可不可以把他打死？他们其实是要挑战耶稣，耶稣却很有智慧的回答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丢。所以众人就怎样，一个一个想一想，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只剩下他们2个人，一个是神圣的耶稣，一个是需要被赦罪的妇人。这个人下一秒钟原本就应该死了，可是当耶稣说了一句话，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一个一个离开，只留下妇人跟耶稣，还有他们手上原本拿的石头。神圣的耶稣对赦罪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以后不要再犯，就是生活的不足，生活的错误，因着上帝的亮光照耀到他里面，他觉得说，让他知道，虽然大家对你冷酷，但是在上帝里面有爱，你可以被接纳。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了。所以从生活的不足被爱给满足，从过去历史的传统，那些没有罪的，看起来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审判人的，这些人在传统上他们是生活的很好，而且遵照圣经摩西的律例，可是他们内在黑暗的地方人们不知道，但是耶稣把他们挑战出来，你里面也有看不见的恶，别人不知道的错，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谁没有错呢？传统上人都有罪，所以从生活的不足到传统的不足，但是在信仰里面可以得到亮光，得到关怀，得到支持，得到造就。所以耶稣造就了他的弟弟，让他们明白，耶稣的弟弟有一个叫雅各，有一个叫犹大，后来也都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参与圣工的服事。所以耶稣也影响了他的弟弟，也帮助他们来了解，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人需要被引导。那些说耶稣是先知、耶稣是基督的，他们因着耶稣的话语，他们也被启蒙了，从传统启蒙到信仰的层面。可是另外一边的人，他们说耶稣不会是基督，耶稣不会是先知，他们没有被信仰给启蒙。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这3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特别是那个犯罪很严重的患奸淫的妇人，他被神圣的律法给捆绑住了，他有罪，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位真正握有权柄的怜悯，格外的施恩，好让弟兄姊妹他的生命就因此而回转，留下的是满地的石头。有罪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提醒，谁没有罪？但是当那些人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真正被亮光照耀的，就是那位犯奸淫的妇人。耶稣怜悯了他，耶稣也帮助他，因为神圣的耶稣基督启蒙了那受罪给捆绑的那位邪恶的妇人。但是因着耶稣与他同在，他的生命就被启蒙。所以启蒙是互动，是权威者跟弱势者彼此互动。原本是耶稣在这边讲话，弟弟们在聆听，换弟弟们在说话，耶稣在聆听。当耶稣说完话，听众们开始说话，耶稣变成是那位听者。所以我们会看到角色在移位，彼此在互动。在那个换位置的过程当中，人们常常都喜欢说话。我说话代表我是有权柄的人，可是我也聆听，因为我们也有曾经需要学习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优点，只是优点不一样；每个人都有短处，只是短处的地方不一样而已。所以启蒙是一种互动，在教会里面，我们更是一个互动。就像今天士林教会开门迎接我来在这边分享，这也是一个属灵的互动。这个互动是一种从世俗的价值观提升到信仰的价值观，从加利利这种乡下地方要到耶路撒冷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从普通人变成先知到变成基督，这些都是从世俗的价值观。人要有名声，你如果是先知，大家都会听你的；你如果是基督，所有的人都要怎样？向你俯伏，都要向你包当，向你鞠躬哈腰。所以这样子的启蒙是人总是在找寻的，但是启蒙是从个体跟群体当中在互动。耶稣跟他的听众，耶稣跟他的弟弟们，耶稣跟那些拿石头的人，耶稣跟那位犯罪的妇人，耶稣都跟他们互动。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生命里面在提升，生活当中有你轻视的人，有你看重的人，生活当中有那种上下的对应，也有是非对错的选项。但是在这里面，你真正拥有的价值是什么？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是为真光做见证。在信仰群体的互动里面，我们彼此互相引导对方说，当你软弱了，我愿意陪你；当你寒冷的时候，我会陪伴你，给你温暖。所以这是从轻视到重视。原本我们都是被人所看轻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帮助我们堆叠起来爱的源头。所以在轻视跟重视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弟弟们也轻视耶稣。你若这么优秀，你应该去耶路撒冷。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是非上下之间在左右我们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什么时候是你在找寻那种生活的启蒙？我生活的启蒙可能是金钱，可能是知识，可能是不同的经验。有一个传统的启蒙，就是你了解哪里是非对错，你少犯了错，你就会越来越多正确。所以在这些生活的启蒙到传统的启蒙，一个更高的启蒙是信仰的启蒙，这才是我们要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常常在学习，到底我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最宝贵的。在前天，我们从礼拜五开始有一个培灵会，昨天晚上也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分享。我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讲到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那个光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但是在不足的群体里面，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成就，好让我们所看清的、讨厌的这些都越来越少，看重的、你所尊重的越来越多。所以轻视别人是对自己无知，因为上帝的创造极其的美好。所以耶稣的弟弟们看清耶稣，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后来很重视耶稣。那些听耶稣说话的，也是原本
打了一个问号。耶稣，你说的是真的吗？越听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耶稣的亮光就导引他们，他们就从看清耶稣到看重耶稣，重视他人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祝福。最后我要用一个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跟我做一个提醒。他说：盖民，你要当一个传道人，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生命的意义，你的人生的意义，你要找寻那个意义。接着上帝对你的呼召，对你的启蒙，然后我就开始找寻。他就说，重要的不是权力，也不是享受。今天的时代的人都在找寻权力，找寻享受，可是我们要找寻的是耶稣对你的呼召，那个 calling 是什么？那个命定是什么？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那才是你人生的意义。愿这样子来引导我们，也提醒我们。最后我要回到福音书，就是我们加尔文，因为是宗教改革，从前天、昨天到今天，我都有教具，都是在马丁路德跟约翰加尔文的传统。约翰的加尔文的传统，我在前天也跟大家分享。约翰加尔文他创办长老教会，他说福音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看见生命永恒的亮光，永恒的亮光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最后的结论就再次回到福音书，约翰加尔文长老教会的创办人，他说福音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福音不是使人局限于现世生活的快乐，乃是提升他们到永生的希望；不是把他们束缚在尘世的快乐，乃是告诉他们有寄托在天上的盼望。好，我大概再用3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圣经学院。圣经学院叫做竹圣，它是以圣经培养信徒在职域上，也就是生活的场域上荣耀上帝。1952年设立了这个学校。竹圣用新竹的竹，圣经的圣，但是是建筑神圣的意思。教会良心从牧师开始，教会良心对牧师开始，社会良知对信徒做起。这是我在圣经学院我们所引导的，让进入的牧者或者是信徒都成为这个时代的光和盐，所以是一种建筑神圣的一个概念。我们未来的愿景，信仰的4个 R， 空间的5个 parts， 5个部门。第4个 R 叫做 rest、relationship、renew 跟 recreation， 这4个 R。第1个 R 就是提供给弟兄姊妹休养生息，我们有好的睡眠的环境，我们有很绿草如茵的上千坪的花园，可以让大家在那边漫步，你可以在那边 take a rest，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很漂亮哈。但是你如果刚好去的时候，我们的员工刚好周休2日，你会看到满地的树叶，不要怪我们。好，所以这是很漂亮，这是灵修会馆，你在那地方你可以有好好的休养生息。这是我们的房间，有6人房，有2人房，也有单人房。这是我们聚会的礼拜堂，可以坐到350个人。这是约旦河旁有台湾栾树，最近它变得很漂亮。约旦河里面有鱼。第2个 R 是 relationship， 叫做神人互联。透过教育，这种叫做教育大楼，透过教育使我们与上帝连结。这是教室，这是灵修图书馆，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空间，从4楼往下看到万坪的绿地。这是属于我们的，也是特别是士林教会弟兄姊妹，欢迎你来。第3个是 renew， 叫做新造之人。我们希望透过圣经学院，你受完课程之后，你有一个成为新造之人。这新造之人不只是知识的、智慧的，更是身体的。所以我们最近在改建这一个1楼，这一栋叫做游泳池。我们把游泳池改成有2个，一个大人的，一个小孩子的，然后里面加装了 SPA， 还有可以有那个跑步机，有健康中心，然后还有烤箱。所以当你流汗，烤箱烤完之后你就流汗就 renew 了。好，第4个是 recreation， 是一种文创的概念，是一个喜悦创新。我们希望透过文创，像我们放了一个马槽，马槽不是只有圣诞节，你随时预备你自己的生命，就像那个马槽一样，是一种装置艺术，也同时是一个文创。你可以在那边默想。这里有一个很多的图画，
这个是最近有一位原住民的牧者，他把他的图有关从耶稣是一个原住民文化的概念哈，从原住民比如说这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圣灵感孕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我们有一个艺术文创的中心，所以我们有这五个 P。第一个是信徒服务中心，我们的一个部门就是让大家好吃好睡，也就是第一个 R。第二个是教育训练课程，我们有这些课程，还有运动休憩中心，刚刚所说的游泳池，这是我们的就是让大家可以住的这栋大楼，这是教育大楼，这是游泳池。好，这是前面3个，第4个是音乐侍奉中心跟幼儿教育园区，这是我们音乐侍奉中心。还有我们的幼稚园教育中心，这是整个圣经学院的5个部门。所以我们今年新的年度里面，我们有教会同工的短期学程，里面有教会行政，特别是教会有很多行政的同工、行政的进阶营、音乐同工的灵修营、教育同工的激励营。教育同工就是主日学的老师、圣歌队的其他这些部门的辅导，包括团契的辅导等等。那圣歌队的指挥、司琴的弟兄姊妹，包括敬拜同工，都是属于音乐同工。我们有办音乐同工的灵修营，再来有教会增长的训练，还有长职的训练课程，这都是我们所要做的。那特别今天奉献，我们不只为教会的事工奉献，你如果有感动的话，你也可以为圣经学院奉献。我们特别是在游泳池的整建，还有学院的黄色的维修，我们有这些需要的经费。今年我们仍旧有债务1950万，所以恳求上帝祝福我们，也让我们在为教会建堂的时候摆上祝福祷告，也恳求上帝祝福我们所设立的圣经学院，让圣经学院因着做信徒的培育，也就是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事上的需要，我们能够成就上帝美好的心意。这是圣经学院的侍奉，我跟大家分享。愿上帝呼召感动，也让你有机会，欢迎你们来到新组的时候，你一个人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团契小组，甚至是全教会野外礼拜，我们都有机会来到圣经学院，求上帝祝福。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学习，因为你的话语是亮光，让我们找到生命的方向。祝福我们，接着我们所得能够成就你的圣工，不只是祝福了我们的士林教会，也祝福了圣经学院。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帮助我们寻找生命的方向，而不是被社会给影响，反而是被你的话语深深的触摸与得着。愿你的圣灵，愿你的话语继续做工，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成为这时代美好的见证。如此感谢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神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这时候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中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以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以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们现在预备先奉献。请坐。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坚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坚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世人的亮光也照耀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好让你们享受他丰盛的大爱。愿天父上帝的慈悲怜悯与你们常在，好让你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愿圣灵的恩膏常常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让你们成为这世代的见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是我苏醒，重新来过。
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兄姐平安，咱真欢喜，会当搁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请咱做伙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3首，赤鸟的主，海洋的主，咱做伙来念哈。第一节，赤鸟的主，海洋的主，转世天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罗？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得盆扫角的主，阮着怎样闪灾难？阮着怎样来呼救？第二节，做伙来念哦。第三节吼，第三节，彩虹的主，十架的主，雨蒙变空的主，阮着怎样稳定？阮着怎样来感谢？夭餓的主，病痛的主，人民浪子的主，阮着怎样來眷顧？阮着怎樣來活命？啊！得活命。來第五節，厝邊的主，對敵的主，互英廉修正的主。阮着怎樣獻仁愛？阮着怎樣求和平？萬世的主，身邊的主，慈悲憐憫的主，阮着怎樣獻喜樂？阮就實現你天國。來，咱做來用頭一節咯。我的主，转世天神的主，我着怎样来敬拜？我着怎样来学罗？地动的主，暴风的主。扫角的主，我着怎样闪灾难？我着怎样呼救？第三，彩虹的主，十架主，天国健康的主。夭餓的主，悲痛的主，人民浪子的主，我着怎樣求關顧？我着怎樣治我命？慈悲的主。修正的主，我着怎样予你爱？我着怎样求和平？万世主，心地的主，慈悲怜悯。就怎样喜乐，怎样实现你天国？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第一节哈。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愁真快乐。
我心平安真愿意。有的快乐，做主的人快乐，做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做唔通放你，有的快乐永远通得做快乐，对做的人有幸福，他也那痛快的路，你祝福引入我心，催为今日归声音。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做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做唔通放你，这的快乐永远通得做快乐，对做的人有幸福，虽然行往山高，那对耶稣的脚步，为主祝福咱全路。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做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跳大欢喜，记着做唔通放你，快乐永远。为的快乐，对主的人不变。快乐，对主的人快乐，做的快乐无通比，做着跳大欢喜，记着做唔通放你，快乐永远通得做快乐。阿门。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即条咱要开始今仔日敬拜。今仔是上年的主日，所以有一寡咱的上年特别伫遮来服侍侍奉，恳求上帝当咱祝福。需要。
耶和华治水会架骹伫你的步边，治水会徛起伫你的圣山，就是所行正直，所做公义，心内讲诚实的人。咱要来唱圣歌，圣诗23首，七鸟的主，海洋的主，请起立。请坐。祈祷，请坐，请坐。祈祷要请周慧初师母。请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至圣的天父，阮俄罗感谢你的圣尊名。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你是七鸟的主，是海洋的主，阁是彩虹的主。阮大大感谢你，应允阮参与伫你创造的奥妙内面，阁互阮人来管理你的手所做一切。阮用感谢的心享受你所修事的丰富。世间人算啥物？你眷顾阮，修事荣耀尊贵最冠冕。主啊，你的名伫全地是这样的水，这样的善。阮着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而且世间人两者犯罪，坠落罪恶中。你手术都是爱囝耶稣基督，
十字架顶牺牲替赎，洗清阮的罪过。第三日高活，互阮通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有认罪的心，有反悔，阁有改变的行动，含见证，就通得到救，有活新的生命，愿献上阮的感谢。主啊，伫124年前，你用疼透过宣教师和侪前辈吸引人组织，阮才会当奉你的名设立属灵教会。阮深信，主你的灵有缘伫阮的教会中，有缘伫每一个敬畏你的人的心内。恳求主召阮开力，互阮通常常敬虔伫你的话语中，听谈你的命令，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亲爱的主，深深感谢你收拾阮的乡土、台湾和四围的岛屿，互阮会当伫遮来安居。局势侪变化，阮深信你永远掌权伫阮的顶面。阮切切恳求，信心做工伫所有政府的人员，真正行公义、心存怜悯，用谦卑敬畏上帝的态度来治理这个国家。伫现今的世代，人心内空虚，侪青年人失去远望方向，搁进入高龄化时代，要投入福音和社区的结合，阮需要广阔使用的空间，通接纳搁较侪人来进入教会。求信心引带保护教育馆的起造，会当突破侪困境，互教会加侪社区的祝福。教会侪事工的推动，青年人信仰的建立，市区的关怀团契事工，拢感谢主你竞选中心的工人，阮的牧者、中职、建筑委员、团契服侍同工，求你手持谦卑、顺服、热情的心，来完成你所交托的使命。伫遮天气变化时，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主亲自医治保护；心神软者的，求信心时时引带安慰。互阮兄弟姊妹互相学习关怀，彼此接纳，互属灵教会成做真正疼的大家庭。特别今仔日是总会所设立常年主日，愿上年兄弟今仔日所有的服侍，得到你的感纳，所有阮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求主特别高抹今仔日讲完牧师的喙，透放你的话，帮助阮搁较认捌你、亲近你、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名。只是愿同心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属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乱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就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客英文要请连延弟姊妹。客英文伫个圣诗尾后1057页。客英文32，诗篇130篇，请咱大家来起立。上主啊，我对深免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按空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主啊，死人话徛会头，总是你话赦免人，无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共读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要请谢国义姊妹。这时，咱要来享受上帝话，请咱拍开圣经，伫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伫台语汉语本114页，和修本153页，台语汉语本114页，和修本153页。耶稣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行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法利赛人就甲伊讲：“你为着本身做干净，你的干净毋是真。”耶稣应讲：“我虽望为着本身做干净，我的干净也是真。因为我知本身对倒落来，对倒落去。恁毋知我对倒落来，对倒落去。恁照肉体臆断人，我无臆断人。我就若臆断，我的臆断是真。因为我毋是家己伫地，是我甲找我的爸三甲伫地。第17节，搁伫恁的律法有记载。两人的干净就是真。我是为着家己做干净，找我的爸也为着我干净。因就甲伊讲：“你的爸伫倒落？”耶稣应讲：“恁毋捌我，也毋捌我的爸。恁若捌我，就你捌我的爸。”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一条的赞美，会咱乡里团结、手情甲含日语的诗班，特别来献诗。头一遍的爱，这是要用日文来唱，学人的电脑爱吼。所以走，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
兄
阮已经这上年托个已经尽最大的努力甲诚意来伫讹到上帝，请搁一遍来甲鼓励。多谢。讲到咱要请介民牧师，这里台语读作哈，台语牧师嘿。多谢校长了，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当伫咱拄食这上年这时代，因所吟的诗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用这真水来食做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的回应，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是咱生命的光。通过因所唱这条带有气力向前行的诗歌，嘛带咱的兄弟姊妹时代带时势，做伙向前行，行伫上帝稳定的道路。咱搁一遍做伙来祈祷，主安欢喜看到上年这时代，因欢喜为主你来做见证。因的性命要行伫上帝的光，阮也欢喜军队做伙来学习。愿上帝你的光照伫树林，树林教会兄弟姊妹人捌真光。阮也欢喜真做这个时代的见证，祝福阮今日的敬拜满有属天的绵牛，上帝的祝福临到伫阮的中间，帮助阮的教会真做带互人深信有望有听的教会。阮所建立的是上帝你所欢喜旨意的教会。这是阮的恳求甲交托，求主来成就，求主来帮助。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上帝，互我今日会当代表圣经学院参与伫咱上年的主日内底，做伙要来关心，做伙来宣告，互信徒无论是长辈或者是晚辈，无论是勇壮的，也是软弱的，咱拢要诚做这个时代的见证，互咱继续行伫上帝的光内面。光帮助咱分别黑暗，佮甲色彩。光嘛帮助咱会当找到咱要去的方向。今日我用4名的对吹甲引传，4名的对吹甲引传，甲咱三甲做伙来分享。咱拄则已经有听到咱的同工所读《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19节。这是约翰伊咧讲对第1章。耶稣是世界的光，一直讲到第8章。第8章是一个高峰，是一个完全的证明。这个证明是耶稣伊做光的证明，上帝嘛为着伊做见证。所以这款的见证是帮助咱会当了解咱所要行的方向。今日伫这个时代内面，咱逐人拢在用手机，手机内面有一个会当使用的，就是 Google Map。或是一个地图，通过卫星定位，无论你去到地，开车、坐车，你的只要你的手机有这个系统的时阵，你会当知影讲，你输入你要来树林教会，你要去对一个所在，你只要甲地址拍落去，伊会当甲你讲要安怎去是上紧的，要安怎会当真紧，几公里、几分钟，差不多伊拢当甲你算出来。所以通过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足侪人拢会伫遐用地图，然后伫遐看，我将要去的所在，我是毋是方向正确？我搁剩偌远，还是搁偌近，我就要到啊！你的手机若拍开，结果无电咧，伊个无光啊，伊个袂当甲你讲，你搁剩偌远啊！所以咱知影，迄若手机若变暗去，无电啊，伊就袂当发出伊对你的帮助。你的性命帮助伫对。咱的性命久长的帮助是倚靠上帝，上帝要对咱讲话。过去咱的圣经叫做正典、正典、正典，英语叫做 canon。这个字是咧讲，这是规范对的，应该爱遵守的。所以耶稣基督伊遵守上帝的话语，伊嘛教伊的门徒嘛安尼来遵守。所以咱今日在读圣经，就是遵守上帝话，互上帝话加做基督徒生活的准绳。你若是做医生的，你一定知影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这个誓词。要做医生的人，拢受到这希腊的医生的影响。做一个医生爱安怎？尽业力，无分文化，无分种族，
伊拢爱去共医治，袂因为讲啊，即个人是对一国的，即个国我无爱，我就无爱甲医。医生是超越国家、超越文化、超过语言、超过无相款的种族。袂当讲白人看到黑人，伊就无爱甲医；黑人看到白人，就无爱甲医。因为因的西约内底，拢是爱遵守做医生，就是爱医护人。护士嘛是共款，护士有一个西约，就是南丁格尔誓词。即个南丁格尔是一个护士，伊用伊的性命来维护人的身躯的健康，互人会当去活落去。所以拢有遮个准绳、遮个方向、遮个目标，这拢是人类的历史内底咱所知的。所以历史常常互互后辈学习着，就是最好的典范。就亲像咱今日遮个上年的兄弟姊妹，遮个时代，恁有好的典范，后辈个会来学习。这拢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嘛是人类文明的演变的过程中间所留互人上界水、上界好的。每一个人你拢会当留，只是你要留啥物？你要互人得到，你要互得到啥物？你是要帮助人行向光明，还是要行向黑暗呢？对古早到现在，对台湾到海外拢共款，咱拢在敲吹，人拢在敲吹，敲吹一项。就是讲，我通过我所敲吹的，会当帮助我的性命。所以咧敲吹性命意义是咱共同拢有的。通过咧敲吹的过程中间，理解我所吹是毋是对的。吹若是对，你就有感动，你的感动就会当互你的性命有光，就会当知影讲啊，我吹到啊，我找到了。你有真正吹到迄个上界重要的无？有的人感觉吹到上界重要，就是有好的工作。会当活落去，有人讲找到好的家庭，组成一个好的婚姻；有人要找到一个好的方向，你会当一路发达，会当一路拢真正通达。人拢在找你性命的意义，所以伫咧找的过程中间，约翰甲伊的同学，伊嘛拢在找对耶稣敢对着人，跟对耶稣敢是真正因所要爱。因为伫罗马政府的时阵，大家拢要敲出的是权力，会当怎样活落去，会当有权，通好做一个罗马皇帝的代表。所以大家拢在敲吹。后来有一个人身材比人较矮，伊嘛在吹，伊要吹到钱才会当互我会当有名声。所以迄个人生了矮矮，但是大家看到伊拢足讨厌，拢甲弄甲拍。你要看耶稣，无爱互你看，无爱互你看，因为伊叫撒该。伊是个抽象的人，伊认为有钱就是上界重要，但是当伊有钱了后咧，伊无感觉快乐。一直有一天，伊想要看耶稣，伊爬起伫树仔顶，耶稣伫树仔骹看到伊，耶稣甲伊讲话，伊的性命互耶稣影响，伊将伊手6条的钱分享出去，伊甲耶稣共款，手有的权柄分享出去，有的疼分享出去，耶稣顶伫十字架。撒该用伊的手所有的钱，甲人分享，互人得到。因为耶稣就是这个光，是启蒙启蒙人性命的光。这个启发启蒙，就互人行踏伫正确方向。所以约翰咯，这个军队耶稣的门徒，伊就甲记录起来讲，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军队我就无伫黑暗，要得到活命的光。这个永远的光，这是要爱。所以真的光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启蒙人的性命。对3个赞词，第一个是生活的启蒙，第2个赞词就是历史传统的启蒙，搁一个较悬的赞词是信仰的启蒙。从生活的启蒙到传统知识的启蒙，搁到信仰的启蒙，这3个赞词是咱军队耶稣基督人嘛，得继续在学习的。所以今仔日我要用这3个角度，无对第1章开始讲，我先用头前1章，第7章，对第1节到第5节，我较定我有中文的圣经的版本，但是我较定会读台语的。第7章一开始是耶稣甲伊的小弟伊的互动，对第7章的第1节到第5节，我来读，大家来看，大家来听，也是你会当看和合本的圣经。第7章的第1节，这事以后，耶稣四界行伫加利利。毋爱行伫犹太，因为犹太人爱要杀伊。迄是犹太人的节，就是大寮仔节棍啦。伊的兄弟就对伊讲：
你着离开遮去犹太，互你的学生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爱出名，就无踮伫暗前的所在做代志。你若行遮的事，就将家己显明伫即世间。第5节，因为连伊的兄弟也无信伊。我用红色的字吼，因为连伊的兄弟，耶稣的小弟嘛无信伊，嘛无相信耶稣所讲的。为什么会？因为耶稣真敖讲，但是是伫庄卡所在讲。耶稣真侪人听伊讲话。耶稣有即马用即马话叫做耶稣有很多粉丝啦，吼足侪吼军队耶稣的人。所以耶稣行伊甲对，但是拢拄啊遮的人伫对尔定。所以伊的小弟就启蒙耶稣，甲耶稣讲：你毋是普通的人，你应该去耶路撒冷；你毋是庄卡人，你应该去都市甲人做伙拍拼。伫耶路撒冷，当时的政治嘛是军事，嘛是宗教的人才住伫遐个所在。所以耶稣应该去甲别人一较长短，甲人拼一下输赢一个，看耶稣的程度是比遮耶路撒冷遮宗教的人佫较优秀无，佫较牛无？耶稣乃当佫较牛，佫较拔悬，安怎？因兜的人嘛当感觉讲：啊，你捌耶稣，迄阮大兄；你捌耶稣，迄阮隔壁，迄阮厝边的隔壁的人。大人拢期待你的身躯边仔有一寡牛人、优秀的人。耶稣若是加利利上介优秀的人，应该去耶路撒冷。因的小弟就甲耶稣启发耶稣、启蒙耶稣，要甲耶稣杀去一个佫较悬的位。所以兄弟啊有互动，兄哥耶稣小弟遮的小弟，因伫听耶稣讲话了后，因甲耶稣杀往一个方向，望耶稣真正发光发紫，发亮，互足侪人捌耶稣。这是耶稣的小弟。因用生活的经验，用生活的体会，用生命的期待耶稣佫较好，爬了佫较悬，这真正常。你的囡仔、你的家庭，老人真优秀，你嘛望讲伊会当佫较好，这是生活的启蒙，生活的期待。总是耶稣毋是拄啊生活互因启蒙尔，耶稣嘛启蒙因的生活，但是安尼佫无够，佫较进一步。伫传统的过程中间，咱要怎样互生活佫较好的时阵，互咱会当甲过去的历史嘛佫塑造、起造新的历史。对旧的历史的经验，要有新的历史，就亲像咱今日，毋是唱慢歌，咱的上年唱紧的歌，佫大家做伙拍谱啊，一拍一拍，佫无落拍，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迄就是一个进步。互人毋是拄啊想着讲，时代拢是唱慢慢的歌。原来咱会当唱迄个快节奏，佫有爵士鼓，佫无人心脏无好。上帝稳定就是互咱不断的进步，迄就是传统的启蒙，互咱会当知影，咱的上年时代嘛会当唱紧的歌。所以即个历史的过程中间一直咧创新。耶稣甲伊的听众、甲伊的粉丝嘛是安尼。我要去读第7章的第40节到45、44节，我来读40节。众人中有诶听见遮个话来讲，即人真正是迄个先知；有诶讲，即人就是基督；若是有诶讲，基督减对加利利出诶嘛。圣经减无讲，基督是大笔诶后裔，是对大笔诶本乡伯利恒出嘛。43节，对安尼众人因为伊来分辨，其中有人爱掠伊，总是无人下手。总是无人下手。咱看到传统以色列人知影，这人若足会讲的，讲出上帝的奥妙，这人就是先知。这人若佫讲到未来的方向，将来会发生的代志，这人就是迄个弥赛亚救世主。所以伫这传统内底，因个听有讲，啊，耶稣你讲了真好，你是先知。有诶讲，毋是拄先知尔，耶稣佫较牛，伊是基督。所以先知比基督佫较会阶赞，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先知过来。所以有的人认为讲，耶稣你讲甲这足好，你是先知，但是有人讲毋是啦，是佫较悬一赞是基督。这就是传统的生活的知识，传统的经验。所以因甲耶稣有一种传统的启蒙。你是迄位要来的弥赛亚，你是要来迄个基督，还是你就是迄位
要过来的先知，应该耶稣抱悬悬，这是一种传统的启蒙。无人知影弥赛亚是啥物形，无人知影啥物人是先知。但是当因听出来的时阵，因甲耶稣甲伊启蒙，因启蒙耶稣，你是先知，你是基督。但是马上有另外一边的人跳出来讲，毋是，耶稣是庄卡人，伊毋是住伫台北的王朝内面的故乡伯利恒出的，毋是出伫锡安的，毋是迄个王朝内面的血统纯正，爱讲政治正确啦。政治有正确无？耶稣住伫庄卡这毋对，伊若住伫伯利恒，还佫有机会，还佫有可能做王。但是拢毋是的时阵，因佫甲耶稣打压。所以一边要启蒙耶稣，这是传统的启蒙；另外一边是传统的打压。无可能啦，无可能啊！你无可能是迄个先知，你嘛佫较无可能是基督，因为你的背景是加利利人，你是庄卡的，你无啥物名。所以咱看到传统的启蒙是甲过去结连，嘛甲将来结连。今日咱的教会是一个传统的教会，嘛是结连伫未来的教会。所以咱有过去的经验，咱佫较向前看，要互咱的教会真做是一个祝福伫时代的教会。伫120几年来，咱的教会一直咧真做即个时代光，因为咱跟对耶稣基督，所以咱有传统，但是咱佫较有向前要佫行。所以咱看到。只会听耶稣讲话的人，因对世间的角度在看，世俗的价值观。你讲了真赞呢，我甲你光叫，我要互你出名，我要互你做先知。毋尔做先知，我阁要甲你光叫，互你变做基督。另外一边的人阁甲压落去，无可能，袂使。基督他会当是即种庄卡人，袂当啦。人阁要甲打压，这是世俗的价值观，甲神圣的信仰的价值观在互动，在无相款的所在。嘛是有差别的所在，这是讲话人甲听话人的互动。无论是耶稣讲话，听众听，或者是听众变做讲话的人，耶稣在听。但是咱拢知影，一个拢在互动。咱接续第三个，迄个耶稣是光，对约翰来看，伊是经验到耶稣真正是光。对耶稣的小弟无相信伊，对这听众有诶相信，有诶无相信。到伫后壁第三阶站，就是信仰的启蒙。无论生活安怎无好，无论传统的知识有够无够，搁较一项就是通过信仰来补足，通过信仰来补足。对第8章第1节到11节，因为较长，我无搁读。简单讲，这是一个故事，有一个妇人人伊犯罪，互人掠着。照摩西的法律，就是犯罪犯即个罪，行奸淫的罪，甲伊摕石头，逐个甲钉互死。所以当即个妇人人互掠着了后，即个人甲伊拖来耶稣的面头前，要问耶稣讲安怎？你讲咧，要安怎办？是毋是照摩西的律法甲钉互死，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耶稣真有智慧甲因回答。耶稣讲问讲，啥物人是无罪，加当摕石头甲钉？结果，即个摕石头的人，一个一个安怎？就离开，一个一个就闪，因为大家拢知影，我嘛是有罪人，只是我的罪。别人毋知尔定，结果神圣的耶稣讲了了后，一个一个拢走，甲石头啊放伫涂骹，因一个一个离开，剩耶稣甲即个犯罪的妇人人。耶稣甲伊讲：无人定你的罪哦，无人甲你钉石头。是，无人甲定即个妇人人的罪，无人摕石头甲牵，因为大家人拢有罪。伫信仰上帝光的面头前。内心的黑暗，罪的部分，只是别人毋知尔定，上帝知，应该只有一个自我的反省、自我的觉察、自我的觉察、自我的觉察，帮助遮个人知影，我是有罪人，只是别人毋知尔定，我只是无用掠着尔，只是无互人摕石头牵尔定，所以遮个人真清楚家己所犯的。耶稣嘛甲即个妇人人讲，我嘛无定你的罪，去。无搁犯罪，去就是一个应允；无搁犯罪，就是一个约束，就是一个拍拼，甲耶稣重新立约。立一个约，就是要去做对生活的无够，耶稣甲伊启发，甲伊启蒙。你有罪，你做了无好，总是
上帝保守甲你三甲同在。然后对传统的经验知影，这是毋对的，犯的罪无够的，传统的知识训练无够，所以犹原伫信仰顶悬来甲伊补足。所以对信仰会当帮助咱生活的启蒙，嘛会当帮助咱伫传统的启蒙。所以伫遮三个方面，耶稣甲遮个人互动了后，咱就知影，神圣的耶稣、稳定的主，伊面对遮宗教的人士，耶稣甲因互动；神圣的耶稣嘛甲迄个犯罪负责人，耶稣嘛甲因互动。通过互动的过程中间，较有启蒙。通过互动才会有启蒙，没有互动就没有启蒙。所以这犯罪负责人，伊原来性命是会死呀，但是伊的性命对问号变做惊叹号。这个人的性命得到救。遐个话耶稣是先知的，因有听见上帝的话。遐个伫讲耶稣是基督的，因佫继续行伫上帝的话。但是嘛有一阵的人准备要掠耶稣。只是时间还未到，因还未有机会迫害耶稣。所以咱伫生活的过程中间，有一条是正确的道路，嘛有一条错误的道路。传统的知识学问，嘛有一条路，你会当找到答案；嘛有人行毋对的道路。伫信仰的过程中间，信仰的启蒙，嘛是有一条光的路，但是嘛有人找暗的路。你要找对一条？所以通过咱所拄则所看的，耶稣甲伊的小弟的启蒙互动。耶稣跟兄弟们的互动，耶稣跟听众的互动，耶稣跟拿石头的人的互动，耶稣甲迄个犯罪的负责人的互动，咱拢看到。有一边是权威的，一边是软弱的。权威的人通常拢讲话，拢是在发命令的；较软弱的人就是听命令的。但是，啥物人是较软弱的？耶稣的小弟敢有较软弱？伊嘛是足大声甲耶稣讲：“你去耶路撒冷。”遐个伫遐讲，耶稣毋是先知，耶稣毋是基督的，伊嘛足大声甲耶稣讲：你毋是，你毋是，你毋是。所以无人是会当讲我是软弱的，因为上帝创造拢是好的。无对一个人讲我是含慢的，因为上帝创造拢是稳定的。只是上帝创造你我无相款，你有你的才能，你会有真好无相款的优点。上帝互你我，咱有无相款的才情。年纪大的有伊的经验，少年的有伊新的想法，拢是一种学习。所以彼此的互动是教会内面上水的信仰的启蒙，是信仰的启蒙。最好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所以通过启蒙这个部分，咱嘛知影伫世俗的价值观内面，咱嘛甲真侪人伫遐互动，总是咱对世间的互动提升甲信仰价值的互动。这个过程有差别，总是这是咱基督徒一直在努力的，互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咱做伙背主的基督文，愿你的国临到，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所以伫地呢亲像伫天呢，这就是一种互神圣的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甲世间的价值观有往搁较近。通过咱的努力提升，咱嘛对上帝所领受到的稳定。分享互世间人，所以互地面上提升，互上帝稳定降临，这就是咱伫努力的互动。伫这互动的过程中间，咱真做见证。启蒙是一个个人性的，就亲像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学生嘛会当长期将学的分享互别人，这就是一种互动。咱的教会是一个教会学校，咱继续在成长，通过咱的牧者，通过咱的同工，互相在启发。就得互咱的信仰的过程愈来愈丰富，所以伫个丰富的过程中间，无有一个轻视甲重视。伫社会内底世俗的观念内面有一种，你重视的人有你讨厌看轻的人，但是伫轻视甲重视的过程中间，上帝创造拢是奥妙的，拢是水，拢是好的时阵，无迄种轻视的。因为你若轻视的时阵，就亲像耶稣的小弟。无相信耶稣，轻视耶稣，应该耶稣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轻视耶稣。有一个人，一群人嘛轻视耶稣，你毋是基督啦，你毋是先知啦，遐人嘛轻视耶稣。你讲第二是啥货？是非对错，耶稣你根本不可能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你毋是住伫迄种
王朝的所在。你无迄个血统，伊毋知伊的血统是啥物。所以咱知影，伫种是非对甲毋对，伫种顶悬的较有权柄，下底较无权柄，伊毋知影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是对顶悬来到下底，嘛要对下底搁去咧顶悬。伫即种看起来是正平倒平，是对甲毋对，但是啥物会是对？是伫上帝内底就是对。所以你是伫对，你是伫上帝内面无？耶稣伊启发伊的小弟，后来小弟得到醒悟了后，因诚做教会初代教会足优秀的传教者，诚做耶路撒冷教会领袖。所以这是真光的见证，真光的见证。各位兄弟姊妹，咱拄则看到咱的上年，因伫遮做见证，因分享上帝互因的话名，因甲咱做伙敬拜，这就是见证。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做见证。见证就是对轻视，无搁轻视，重视每一个人，看重每一个上帝创造，看重上帝对咱生命的影响。耶稣伫迄个时代影响约翰，甲伊的同学，约翰嘛写福音书，影响伊的一代人，一直影响到伫今仔日。所以轻视别人愈来愈少，因为轻视别人是对家己无知。你毋知影上帝创造迄种丰富，迄种超越，人会当进步。你袂当用过去的眼光在看伊，你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人，就是重视别人。重视别人是对别人，嘛是对家己的祝福。重视别人是你看重上帝的角度。重视别人是咱的教会搁继续在进步的。对做日拜五的营暗，拜六的昨暗，我拢在分享一个观念。因为柯牧师甲我分享，咱的教会开始要祈祷，咱要招兄弟姊妹做伙祈祷，咱要亲像水，本来水是停的，但是有人开始加叮当，一个加叮当，两个加叮当，三个来参与，四个来参与，大家做伙来加，愈加的时阵，咱会成做一个漩涡。本来停止的水，通过有人加叮当了后，停伫水表面的物件袂叮当，但是当你伫加，遐物件就互你教入来。上帝爱咱参与伫即个时代讲，伊通过伊所做的，要影响即个时代人。通过咱做伙咧做，就要来影响。因为伫咱伫教的过程中间，人就互咱，因为咱的叮当影响，伊就互咱吸引入来。教会讲是咱做伙来参与，就亲像倒啊顶遮的弟仔，我嘛甲柯牧师讨一只讲，我嘛要来参与树林教会。我嘛要认养一只小猪吼，来参与，因为即种的讲是感动人的讲，咱做伙在加叮当，因为咱重视上帝交代咱的讲，这是生命的见证。最后要用一个，我读神学的时阵，一个影响我的老师，伊是台南神学院，虽然我是读台湾神学院，但是这个老师对我开始读神学院的时阵，伊就足关心我，伊叫郑志玉牧师。伊甲我讲，介面你要读神学院，你要做传教者，你爱挑出上帝对你生命的意义是啥物？你的人生是意义的。伊句话一直真做我，包括我伫即马伫新竹圣经学院，我嘛在甲员工讲，你的人生的意义，伫即个所在，你要安怎凸显上帝互你的意义，做伙来拍拼。毋是权力，毋是享受，是要分享上帝互你的权力，要做伙甲人享受上帝的疼。兄弟姊妹，咱这3天是为着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伫1517年1517年，也就是500年前的10月31日，马丁路德做宗教的改革，伊后来影响到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伊创办咱长老教会，长老教会传统就是分享福音的人，伊的福音的解说，这是约翰加尔文讲的话。因为是用北京话，所以我邀请咱用北京话来谈吼。福音不是使人局限于现世生活的快乐，乃是提升他们到永生的希望；不是把他们束缚在尘世的快乐，乃是告诉他们有寄托在天上的盼望。迄就是伫地面上真好，搁较好是伫天顶，互天顶的好伫地面上，这就是福音。光对地面上来到世间，耶稣来到世间影响咱，咱嘛安尼来鼓励咱家己，
嘛鼓励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加叮当，甲咱的牧师、咱的中级同工，咱做伙来加叮当，互咱的教会成做合一的群体。加叮当是同一个方向，咱伫加叮当，若有人倒头加，就会产生变化，会产生乱流，吼。所以咱做伙向前来加叮当。最后，因为今日是圣经学院的主日，所以我用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来介绍圣经学院。圣经学院的校训，学校的校训，1952年，用圣经培养信徒，伫即场顶悬荣光上帝。因为圣经学院甲新学院无共款，新学院是栽培牧师的所在，圣经学院是伫造就信徒，互因伫职务顶悬，伫教会事工顶悬做伙来参与，所以这是圣经学院的设立。圣经学院的设立，伫我接任了后，我鼓励兄弟姊妹，因为即摆人男士牧师就是信徒，所以教会良心对牧师开始，迄个良心就是光对上帝的话，咱的牧师发出上帝话的光。社会良知就是你甲我，咱每一个基督徒爱对信徒来做起，加做即个时代光甲盐。所以社会良知对信徒做起，就是咱做伙来参与。好，佮过来我有4个 vision 吼。第一个意向就是信仰的4个 R， 佮甲空间规个圣经学院我甲分做5个所在吼，空间的5个 P，5个 parts。4个 R 叫做 rest、relationship、renew， 佮甲 recreation 4个 R， 用英语来表达吼。4个 R， 第一个 R 叫做休养生息 rest， 英语讲 take a rest， 就是好好休困。圣经学院是一个灵修操练，互咱亲近上帝，互咱生命得到形成的所在。我邀请咱树林教会兄弟姊妹，你若有去甲新竹的时阵，来咱的圣经学院，你伫遐正大，伫遐灵修。一个人的，嘛有一个人的灵修的课程；3个人、5个人的，嘛有小组的灵修的课程。咱即马拢有老师在陪伴，所以是要互咱会当休养生息。你有看到真水的草坡哦，学校内面有遮个几千坪的土地，这是灵修会馆，要互咱伫遐住了真清幽。你看，哦，这是双人房，哦，翁仔某也是好朋友，哦，这是较侪人的小组，订2间，会当住12个人，哦，会当小组大家做伙灵修，做伙分享，做伙祈祷。这是聚会礼拜堂，咱有一个350人的礼拜堂，佮有一个300人的礼拜堂，咱嘛有一个100个人的礼拜堂。有3间的礼拜堂，这是真水的台湾栾树。这条溪啊叫做约旦河，约旦河内面有真大尾的鱼啊，吼。这是提供互大家好食好困的所在。第2个叫 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关系是通过教育来教育咱甲上帝的关系，甲人的关系，这叫做神人互联的关系。这是教育大楼，咱内面有真侪教室。来当上课训练，这是一间较大间的教室。即咱嘛有灵修的图书馆，咱嘛有就真侪灵修的中文、外文的册。你若读册读了，你会当看真远，看到对面的18尖山，看到新竹的植物园。你若有兴趣，我若有时间陪恁来去植物园，咱伫大自然里面灵修，通过每一丛树啊，会当看到上帝的奥妙。通过训练了后，咱就会当头壳有新的想法，身躯嘛有新的想法。你爱运动。这是咱的游泳池，咱即马在甲改建，对大的游泳池到小的游泳池内面，阁有 SPA， 阁有健身房，阁有烤箱。你若下了后流汗，你就 renew 啊，你就更新啊吼，所以你就新陈代谢。所以这是第3个方向。第4个叫 recreation， 叫做文化创意。咱有真侪，像咱有一个装置艺术，这是马条，耶稣的马槽。耶稣的马槽在哪里？就在你的生命里，耶稣的马槽就是伫你的生命，你爱诚做承接耶稣稳定的所在。放一条椅仔，就是要互你坐住遐，回想你的生命内面有偌侪是诚做耶稣的马槽。内面嘛有一个艺术灵修教室，内面有真侪图。最近在展览的是一个原住民的牧师娘，伊嘛是一个传道，伊画真侪图。阮请伊提供，伊甲这30几百个图送互圣经学院。这幅图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互圣神感动，伫遐怀孕。所以你看迄画图，就是原住民的图像吼，原住民。你用原住民的文化来做信仰的反省，通过圣经节，伊每一个
图拢有圣经在，通过读圣经灵修，通过看图来灵修。所以咱有遮个部分的时阵，咱伫空间圣经学院的发展，遮个空间第一个就是信徒服务中心，提供互咱好食、好住、好困。第二个就是教育大楼，互咱有训练的课程，你会当操练。搁有一个就是运动休憩中心，吼，好，这就是信徒训练中心，吼，互咱伫遐好食、好住、好困。楼骹是餐厅，吼，啊，这是教育大楼，这是运动休憩中心，好，啊，第四个部分就是音乐侍奉中心，啊，搁甲幼儿教育园区，这是音乐侍奉中心的大门入去，啊，这是迄个儿童教育中心，这甲咱有迄个幼稚园共款吼，圣经还有一个幼稚园，好，这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好，接下咱有一寡同工的训练的课程，比如讲咱的教会行政的同工，咱有行政同工的进阶营。咱有音乐同工的灵修营，包括咱的敬拜团，包括咱的圣歌队、指挥、伴奏，咱的司琴，遮音乐同工因拢在服侍，所以邀请遮音乐同工有机会换别人来甲咱服侍，来帮助咱灵修亲近上帝。那么一种教育同工，主日学的老师、团契辅导，甚至教会负责教育组的遮同工，拢属伫教育的同工，会当有灵修的激励营、激励营。咱有教会成长的演习，教会成长的演习，咱嘛有中级训练的课程。最后是咱有遮个经费顶悬的需要，特别游泳池的整建，咱有需要1500万，啊，黄色的整修，咱有750万。所以今日咱伫关心咱的教会时阵，你嘛会当用手头的祈祷甲奉献。伫咱的酒杯内面有奉献地，你若有感动的时阵来奉献，若无内面嘛有会当用信用卡的奉献。鼓励遐兄弟姊妹，你用祈祷、用奉献来托住圣经学院所做工。咱也阁有1950万的债务，总是通过兄弟姊妹关心来倒奉献，要互圣经学院做了阁较好，提供互兄弟姊妹，诚做是一个安静的所在。对遮开车，对咱树林开车去到新竹吼，差不多1点钟啦，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所以因为伫咱遐个所在吼，有足侪无相款的活动，恁若有兴趣，我阁甲你分享吼。有一寡活动真趣味，包括即摆有太空，咱的国家太空中心，你来记即8月份，咱有一个卫星吼，对，就是伫新竹，伫圣经学院边仔遐做的。我常常开车对遐经过，看太空中心，即摆伫做一个福卫7号，8月升空迄个叫做福卫5号，即摆伫做的是福卫7号。你若机会有当时有开放，拜2拜4开放的时阵，你会当去参观，会当用团体，啊，咱会当看到。火箭升空靠着动力，基督徒升空靠着上帝的能力。我最近嘛在为着主日学囡仔办一个叫做11月25号，11月25号是新竹的空军基地吼，幻象战斗机底下的表演。飞机靠着流体力学，飞机靠着气流而上升，我们也靠着上帝的恩膏，我们也上升。求上帝祝福，互咱伫运用新竹的周边遮个活动的空间的时阵，咱会当提供更较侪无相款的课程，真趣味的课程，帮助咱开阔咱的眼界。欢迎大家来圣经学院，咱搁做伙来祈祷。主求你的恩典，甲我三甲同在，保守阮亲近主你，诚做你的见证。祝福阮的教会，树林教会，诚做大牧者你伫即个时代见证，互阮同工做伙拍拼来。起造合你心意的教会，也祝福圣经学院通过阮的侍奉代祷甲奉献，要诚做圣经学院的帮衬，互圣经学院的发展愈来愈诚做正教会兄弟姊妹的祝福。阮有一个所在通好伫遐来休困，有青翠的草坡，还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恩典。祝福阮所领受的，为着今日的敬拜，献上满满的感谢。求主你继续带领引带，祝福阮的家庭。特别祝福阮的树林教会，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互咱这3天能介明牧师引带咱，特别是咱每一年的下半年，拢有培灵会特别配合宗教改革这款的一个主题。对咱教会来讲，今仔日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日子，就是咱这几礼拜咧提醒。奉献的税价低啊！每一摆当咱将一个动线
放入去这只猪仔内面的时阵，咱为着教育馆的起初来祈祷。重要的是迄个祈祷，毋是迄个动性偌大。所以咱今仔日有这个机会，要将咱的祈祷献伫咧上帝面前。咱已经听到几落礼拜的报告，教育馆的起初，因为咱头前335项遮有一块地，细细地一个地啊，伊是爱处理，法律上有一寡代志啊，听说爱甲处理得好势，所以咱特别为了这个祈祷，求主替咱开路，互教育馆的兴建会当继续来进行。所以咱今仔日毋若干那将这只猪仔献伫咧上帝面前，毋是干那内面的钱，同要紧的是咱的祈祷，咱的祈祷要坚定咱的信心，来往前行。所以这时，咱们先请小朋友，我们要先请小朋友带着他们的小猪到台上，就直接放在圣餐桌上面，在诗琴为我们伴奏的音乐下来，我们请小朋友幼幼班的小朋友先上来，记得要写名字哈。那你迪亚爱接下名，在过去2次的奉献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人的小猪哈忘了写名字哈，就直接放桌子上面哈，放桌子上面好。这个可能小心哦，下台小朋友先坐在台阶好不好？我们小朋友都奉献完，大人奉献完，我们祷告完再出去哈。小朋友先坐在台阶。要自己啃啊，来，小朋友先坐在台阶，还有对，许愿指示你分给因哈。来，小朋友先坐在台阶，中间让一条走道。我们等一下也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搭。来，小朋友了，咱有会友今仔日有炸猪仔来，咱这个时阵嘛，请你将你的猪仔吼，你的奉献的小猪摕来台仔顶。来，咱会友请这个时阵吼，这个时阵，来，咱会友献上咱奉献，同要紧的是咱的心献伫上帝面前哈。来，慢慢来，再踏起来无要紧吼，咱甲踏起来，踏喺顶头吼，咱甲踏起来，嘿，甲踏起来无要紧，嘿，来，甲踏起掉，吼，嘿，对，甲踏掉，来，楼梯较细哩的哦，吼，楼梯小心。咱会记得主耶稣甲咱讲，无论是好家人还是寡妇，所奉献的，同主要是咱的心。所以主耶稣有讲你的钱伫倒咯，你的心就伫遐。你的钱伫这个教育馆兴建的这只猪仔内面，你的祈祷就是为着教育馆的起初伫咧祈祷。所以咱希望咱家的爸爸妈妈会记得帮助咱的囡仔。你不管每一摆是献1块、5块、10块啊50块，希望一天一摆为着教育馆祈祷，一天一摆为着教育馆的起初来祈祷。咱也确信，毋但干那这个议题起初起来，包括伊内面后摆事工。要互人的性命得到起初。如果可以，我们每一天一次为教育馆的建造来祷告。所以，如果你有铜板放到小猪里面的时候，记得你就要跟主耶稣说：“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盖教育馆。”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要让我的生命得到成长。每一次当你把铜板放在小猪里面的时候，要跟上帝祷告。咱当心，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即个时刻，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小到大，阮献上阮的心伫你面前，为着你所交托阮、教育阮起做，阮要搁一摆立志，来恳求主你来成即个水的工程，嘛，互阮会当搁一摆立志，参与伫上帝你的起做顶头。恳求你为阮来开路，虽然有一寡功课挑战来面对，但是阮知影上帝你的确要引带阮行伫你的心意中间。我们也特别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多的小朋友来参与在教育馆的兴建中间。恳求天父上帝特别赐福看顾，在教育馆要建造的过程，让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身体健康也跟着成长，他们的学业、他们的知识也得到圣灵你亲自的教导。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跟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这个时阵，咱会当请爸爸妈妈还是老师带这小朋友先来离开谢谢。我们谢谢这些小朋友一起参与来。好，我们现在往前来。悠悠班先走下楼梯小心啊。好，来，那我们组织学小朋友大家真正踊跃咱来唱回应的诗歌611首，对主的人为幸福，请起立。心的
请坐。即条要来奉献。请起立，请起立。非常请坐。即条要来念经句，伫周报第2页吼。经句我念一遍啊，请各位念2遍。诗篇118篇，第8节，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18篇第8节，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第8节，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要关心教会事工以前，来介绍新来的兄弟吼。这位是谢家正弟兄弟是吧？加谢正志吗？啊，我第一场。还有2位吴佩玉姊妹跟严家化兄弟，我欢迎。
大家当个握手表示欢迎哈。公道要请，哦不过，好来，咱关心咱的教会事工吼。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的事工。今仔日是新竹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嘛是双年主日，感谢双年团契服侍。另外，本会会赠送每一位70岁以上的长者礼券，祝大家重阳节快乐。今仔日是第3摆小猪回家日。今仔日中昼12点15分，社区事工部会议伫个亲子室召开 ，Open House 会议伫个尼西米教室召开。11月丰盛人生，要买的人请到招待岛。10月27号早起9点，本会幼心幼稚园伫个礼拜堂举行教学观摩，欢迎参加而且带到。10月28号早起9点召开御神信合会议，请各事工部甲团契伫个今仔日进前到明年度的御神，方便作业。11月5号召开11月份的定期中集会。11月25号下晡5点半举办感恩见证参会，对今仔日开始报名到11月12号为止。欢迎兄姐邀请好友朋友也是亲友参加，报名表请到招待岛提。11月4号，双年首中日语诗班受到邀请，参与关渡教会释教感恩音乐会服侍。以下是团练的时间，请准备心。10月27号早起9点半，北中双年事工部伫马街病院9楼大礼堂举行感恩礼拜，表扬金婚、选召婚、被金婚的伉俪，以及满80岁以上的长者，请报名参加的兄姐9点进前家己前往，也是小招斗阵前往。请继续为身体欠慢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主安慰甲医治。公道要请柯牧师吼。感谢上帝吼，咱今仔日看到这个双年团契诗班，因在献诗的中间，他们献诗的中间哈，那个最后一首哈，我们一起跟着唱，讲叫咱都要安怎向前行，你知无哈？要叫我们向前走。若无吼，咱常常听一句话来讲哦，年轻人寻找意义，老年人寻找回忆。遮拢要做少年人啊，因咧找人生的意义，是要叫咱爱向前行，毋是咧讲吼，阮古早安怎，无咧甲你讲故事的啦。所以他们没有在寻找回忆，他们要鼓励我们，在长辈吼，在时代咧鼓励咱，都爱向前行。那么求主圣神真正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自行看耶稣。逐个人伫咱的日子，伫咱的工作，伫咱的家庭生活中间，拢会当向前来跑走。所以，咱教会特别有为着70岁以上这时代有准备一个红包，所以咱请圣歌队的队员吼，一定摕到。你若70岁以上，你手小比一个啦吼，因为今仔拢要徛起来，有人无迄搭方，你若方便起来，互阮递吼，互阮递。啊，无你手70岁吼，你比一个安尼，安尼就甲你送到你的手头安尼吼。这吼，人生70要开始，所以摕到这个红包了吼，家己。开始第一项是啥吼？开始第一项就家己去用这个红包，家己甲用好完，唔通摕互恁孙吼，唔通摕互别人，你家己吼，家己去摕吼。70岁以上拢有啊吼，咱大家你手小比一下，啊无咱看落去大家拢17岁了尔吼，所以吼，你若要叫这本的人，甲你认袂出来啦。认袂出来，所以你就爱小手吼，小举一个吼。好，来，咱遮上，还佫有吼会长嘛是来，吼还佫有迄落
楼顶无啦吼，楼顶拢17岁嘛。这边有去哩哈。那敢有迄落，敢有啥物人手招？有诶吼，对啦，唔通客气哦，咱手举者，上帝知影讲咱吼，即马7十要开始吼。来嘿，还有啥物人迄落无？多谢吼，这实在是上帝特别的事吼。我讲第一件哦，7十开始第一件就你家己练习看卖，甲红包内面的吼，不管是倒一个礼券，你家己开好了，唔通摕互恁孙吼，你家己家用，看要用伫倒位吼，互家己会当行出去，会当踏出去吼。每一摆咱三甲斗阵，也是你家己个人伫祈祷的时阵，拢爱记得一项，亲像主耶稣所应允的，咱的需要，咱所面对的每一个日子，你的功课，上帝拢知，天父拢知。那安尼，为什么咱来祈祷？祈祷毋是因为上帝需要，是因为你我咱需要。祈祷是咱需要，因为通过祈祷。咱会当搁较明白即个丰丰富富的天父上帝，通过祈祷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伫我生命中间的目的甲计划，通过祈祷会搁较得到坚定的气力，向前来跑走。所以祈祷毋是上帝需要，敢若亲像囡仔甲阿爸开喙讲伊有需要的时阵，毋是老爸毋知啊，老爸老母早就知影囡仔需要啥。所以囡仔需要开喙，是因为囡仔家己通好知影我人生要往倒去行。所以咱今仔日祈祷有限共款。所以每一摆咱讲祷的时，上帝已经知影咱的需要，要替咱开路。但是咱爱知啊，咱袂用个毋知。为着教会，为着教育馆，为着咱的细囝，为着咱的时代，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每一个人，你家己心。伫上帝面前所要拍开的一切，咱请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互阮会当过一摆来敬拜，恳求你的圣神勇气，通互阮会当来领受主你极大的听。主，我感谢你。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通过圣神的引带保守甲催逼，互阮今仔日来亲近来敬拜主你。阮嘛感谢主耶稣你所甲阮讲出的邀请。你讲，既然路苦担重担的，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就要来对我学，来学我的温柔谦逊，就恁的生命要得到轻松。要向前跑走，愿主耶稣，你将这款的应允的平安放伫阮的中间，无论是阮的身体健康、心神的欢喜、家庭的和谐、生命意义的领受。主啊，你亲自来赏赐，嘛，互阮教会当成做一个见证基督。兴起福音的一个教会，通互更较侪人心生意爱，要来就近主你。愿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阮。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由咱起来，上营399首，愿上主大人来。上主大人来，点亮你心来，主的名为心灵，他的眼光传，
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成做这个时代光，光照伫恁的内心，也伫恁的行为。愿天父上帝无限的疼叹临到恁，互恁会当活出上帝的疼的形象。愿圣神感动恁，互恁伫伊的温哥的下面，成做这个时代旁边，成做上帝国的见证。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今仔敬拜到这。